来自国信，乃黑国信你，我来自国信，我来自国信，我是国信人，我来自国信。南投县政府举办48拍低音音限时创作比赛，作者张文维、屈文如，甲这几年南投国姓乡有足侪登去故乡做事的少年人，合作青农因拍拼故事翕落来，摕到第1届南投48拍竞赛冠军。那希望可以透过返乡青年，也可以就是让大家知道这块土地，他们都是依然的在成长、在奋斗的。创作者用在地文化了解、加摄影的方式配合演员的演出，那摕到比赛冠军，嘛展现出南投国姓乡上水的客家文化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